乖孙，我来创山歌本堂，摘茶。我每堂落山歌，今我来唱平板，摘茶了。我每堂平板，今我来唱小跳。我要每堂小跳。唉，更想弹哪一种的山歌呢？哦，我想一堂无腔样的客家山歌啦。啊，无腔样的客家山歌。山歌唱来闹连连，腔下堂歌来结缘。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你谈山歌、唱山歌的快乐时光了哦。我想当多年一定当好奇讲，乜解是无腔样的山歌呢？古时讲节目一开始说安排凤竹仔来唱无腔样的山歌，做嚟讲既复古又创新。等一下，既然是复古，你做嘛要讲伊创新啊？先来谈了书，先唱山歌上头摆，再过来慢慢的讲好吗？好啊。出門那麼
摄影机，你看哦，天亮时代哈，枪风组织安样嘅，爱山歌、唱山歌，还有写新的山歌，掠到去创作者吼，你感觉很咩当复古又怀旧。讲的也点咪同意哦。可人家谈到艺术上头摆，头前台班团嘅曲调啊，唱的其实就按传统三太跳地步的山歌字呢。韩国佢新写嘅歌词哦，迄透过非常讲，头摆神发动艰苦啊，提醒大家讲，祈福、祈福，有的会唱传统山歌地步的牵丝文，确实听起来动有意思。系唔系当复古？复古，南蛮非但个做嘛要创新啊！唔好按你问，你一天唔敌复古真正的精神系嘛？拜托好冇，复古唔觉得本来当时行的东西，过一餐咪退烧诶，又隔一餐咪又时行转来，就像个迷你裙啊，有一餐咪根本无人做，唔过也规家路诶，佮蓝妹做个一粒比例还那大。唔过你想看下哦，厉害迷你裙，然后头摆迷你裙，真有强样咩？当然无可能完全共用的呀。系啊，不过那样讲提醒来了，记得我特别学校毕业的时节，当时流行嘅大喇叭裤啊，就头种阿姨嘅大喇叭裤，结果拜托，一系列就不潮，还俗巴巴的嘞，还能事前买新呢。系啊，就讲咩，因为啊布料啊剪裁技巧无共样，复古吼唔系细细，唔可以变通，还有懂得创新的地步，唔是人来谈。唱歌呀，唱歌。山歌呐，望起来口秀吹呐。爱的，落山歌。哎呦，再过来。好。有汉那是啊，姐啦。拿手来唱山歌呐，天板喊会再过来哈，春啊你也输啊，毛啊你也吃，传统小调。你看，我一唱出第二系传统的山歌，出唱风组在唱的加嘅首歌曲腔样，你听起来当唱传统的山歌，唔过佢地位都加当到嘅创新的地位度。有样那样讲吼，真係當然學問呢。不過這種一種講法，那樣嘅創新，當做啲本鄉親朋友就當自然嚟接受啊。甚至看哦，無腔樣創作者吼，會照佢哋本身嘅條件啊，還有看法無腔樣。有啲人腳譜吼欠下細。出下穩，有啲人呢欠下太，就顯得前衛又新潮啊！佢人呢還呢做呀腳步欠下細下穩的開始，慢慢的讓大家嚟分享。幾好呢？先去聽陳薩貴先生帶來嘅《歌聲比歌淡水河》。高山当送我从山东，歌声比呀多啊，淡水。
上청산고夫是海都來訪，彩雲片片來舞，山歡水笑的吹迎風。高山當中청산고 비고高山비고長島情人來見面，長島團圓的共作錯。켜켜 고산 나고 와 신겐 상상 비야고 와 담수의 비고 담수의十位，甲唐都亚苏客家山歌，因为有时的影响山歌的意思啊。係啊，你係民族嘅客家山歌王莊振坤先生嘅新創作品啦。哦，難怪不過唐太莊振坤先生創作嘅啊，高山比高淡水河，我有種感覺。哎呦，嘛感覺，唔可以地杯介叫唱到啊，曲曲啊山歌情堅切啦，山上比高淡水河呐。又唱人台灣客家山歌地杯山歌字嘛。錯，呢首歌曲就係根據人台灣客家山歌嘅山歌字曲調來改編創作嘅啦。你嘅唱風組這兩種穩紮穩打型嘅詞彙屬於這種啊。唔過咧，因為佢聲又亮，故所講佢作品聽起來出有傳統小調嘅意思。有呀，假如講到係有另外一種啊，腳步欠下太嘅咧。哦，你講前衛新潮嗰種係？係啊，因為我實在當好奇講，佢哋新創作嘅山歌係樣嘅風格啊。我知道山歌，就像一面金金嘅鏡嘅，聽一聲人唱山歌，唔做得啲佢哋嘅未來，佢哋嘅歡喜物界，有啲嘅笑物界，離開啲泰山老茶園，唔到啲嘅山歌嘅旋律轉入到劇場，係要入樣棚地嗰度。唔過本來心意唔會變，唱山歌嘅人係喺真正嚟表現對生命嘅熱情。